经发生案今仔日继续来开庭，台北地院是来提审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等人，也来团证台北市都委会的吴丰庆到庭。也毋过，这吴丰庆表示讲，伊家己咧做笔录的时阵呢，这用词无够谨慎，所以这内容甲伊所想的有淡薄仔无共款。伊嘛讲咧核对这内容的时阵呢，是有人伫边仔咧甲伊催。 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先落警备车，台北市议员杨晓薇了后也逢提审到庭。警方涉案车牌继续开庭审理，原来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是继续请假住院治疗。法院即届开庭传唤2位证人，透早由前台北市都委会举证吴丰庆先接受检方的拷问。 除了就初步研究的意见内容继续理清，伊也伫庭上表示，当初时结束精神了后，对家己感觉无奈生气，因为疲劳，头一届放新闻，自认伫陈述的过程用词无够细致精准，也无应该加上个人的评论，提出笔录甲伊想要表达的无啥共款。佢讲伫核对笔录内容的时，廉政官甲伊催。证人要看他笔录上面的内容记载的正不正确，直接催促他。 说大姐，检察官在等啊，笔录不是公文啊，不用看得这么详细啊。真侪位民众党的党工甲立委拢到庭帮听参与，郭文地牵手陈培琪一透早也出现伫法院了后离开。台北地方法院下规工开庭，一部的客文听书延换到另外一位证人，前台北市都委会官员桂泰琪。因那专案后一届开庭，按算伫即礼拜是召开，原地被传唤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，但是因为厝内的变故，也已经请假核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